本人嘅議程前題目係善用土地資源，推動氹仔片區嘅協同發展。氹仔近年人口持續增加，社區發展亦日趨成熟，居民對交通、休憩、體育等公共設施嘅需求不斷上升。另外一方面，區內仍有部分嘅政府土地尚待長遠規劃或者正式發展。如何喺土地未正式啟用前善用空間，既回應居民當前嘅需要，又配合氹仔嘅長遠城市規劃，有必要由政府進一步加強統籌同埋部署。當局近年已經採用咗規劃利用加臨時使用雙軌模式處理閒置土地，並陸續從部分土地裡面用作臨時嘅停車場、休憩同埋康體設施，讓土地喺等待長遠發展期間先發揮社會效應。以氹仔為例，鄰近氹仔消防局地段嘅臨時停車場將於年底投入使用，對回應區內泊車需要具有積極作用。隨住氹仔各區持續發展，土地利用應該由個別項目進一步走向片區統籌，綜合考慮人口結構、居民需要、交通條件同埋公共設施佈局，善用閒置土地，補足不同社區嘅配套。面對土地資源有限，政府可以喺現有嘅模式上做到未有長期用途前先善用，落實規劃後再整合，讓土地資源更有效咁回應民生需要，改善社區環境，推動氹仔整體協同發展。為此，本人有以下兩點嘅建議：一、由單幅活化走向片區統籌，提高土地使用效益。建議政府因應氹仔各區人口、交通、社區設施同埋未來嘅發展，對可以用作臨時使用嘅土地整體盤點，研究按片區需要作不同功能嘅配置。例如部分土地可以優先補充停車同埋交通嘅配套，部分可以增加運動、休憩同埋親子空間，亦可以因應舊城區同埋旅遊區嘅發展，提供適當嘅公交同埋的士站等服務設施。近期社會亦提出改善氹仔北區交通、步行接駁以及利用閒置土地增加運動休憩等不同嘅意見，反映氹仔居民需要有更有彈性、片區性嘅臨時利用機制，讓土地正式規劃落實前，因應不同階段嘅社區需要，發揮其作用。二、把土地活化同埋社區發展相結合，提升不同設施之間嘅協同作用。喺土地活化過程中，除咗增加各類嘅設施，亦應更多從居民實際使用同埋便利性出發。建議政府喺規劃臨時用途嘅時候，同步考慮周邊嘅步行系統、公共交通、停車、無障礙設施同埋公共安全等配套，將分散嘅土地同埋公共設施適當串聯起嚟。例如新設嘅停車場可以配合步行接駁設施。新建嘅休憩同埋康體空間，亦可以同周邊嘅住宅區、學校同埋社區設施相聯繫，從而由多方面去提升整體使用嘅效益。多謝。